阿兄所翻译的。伊吼，另外吼，伊迄个第6站，副歌的头前吼，讲你的儿女都有这个，伊讲大家拢在高声歌颂，第6站吼，伊第2段，我们听见那丰富的响声，风袂响声，这咱人吼，伫咱的内底，能够所以讲吼，讲有正义，有看见，会当听到咱是一种感谢，咱来真欢喜来有领受。林牧师吼，伊安尼个翻译出来吼，这歌词吼实在做好。最后咱来唱一首诗，就是。